苏炳仁，你真正有够歹找的。你的最主朋友甲我讲，你搬来表因兜，我才知影。我问你，你迄几个兄弟即摆是安怎？食饱收容哦？出迄款傲暴伤害小我甲发过？安怎？袂晓讲话哦？我甲你讲啦，做人爱有良心嘛。小我无欠你，伊替真好食做遐尔济代志，你竟然安尼对？中风。真正中风是因为……哎呦，苏萍啊，你妈安尼，足恶心的呢！这哪得来的？我骗你啊！我只是小中风。中风就中风，还佫有分大中小。啊，你之前毋是就爱讲家己偌大佫偌大，啊，即摆就讲小。哎呦，苏萍啊，你莫讲这，你这拄则是为遐客出。哎呀！我。哎呦！你这无同情心啊！我无同情心，有才调你今后开呛我。这些中风需要足久才会当恢复。你一个人哪有法度啦？你甲看，你甲看啊！遮尔垃圾，哪有捌叫你妈、叫你哥、叫你妹来啊？亲人毋是伫咧这个时阵需要的吗？我人就伫咧遮传啥物简讯啊？看到你来，我足欢喜的。我破病的代志，莫互阮兜的人知影。你即摆中风需要人照顾，你想要怎无互因知影？我无想要阮妈妈烦恼。算你有良心啦！我甲你讲啦，恁兜人拢有病啊，敢你有救啊？